大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讲大语亲像一出电影，有深有浅，真好看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出，此有出第四条。出就是算戏剧的单位，像咱讲一出戏，好笑的戏剧，咱讲是笑亏出；啊那悲剧，咱讲是苦出。落尾分开来讲，代表惹代志惹麻烦，咱嘛讲出。像讲无代无志，甲我舞一出的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出头，字面的意思是讲戏剧的名，落尾嘛当讲是把戏，变把戏，咱就讲是变出头。第二个词读做笑开出，代表是喜剧，互观众看得到地欢喜，心花开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古早人讲水歹直肌骨，无离西装三四出，这个意思就是讲水歹是天生自然，父母生成，唔是干那靠西装打扮就好，若是干那追求外表，变一寡有诶无诶出头，变鬼变怪，可能就会害家己变做是笑亏出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出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